走入香港人飯堂，感受香港地中嘅香港地。茶餐廳咧就係供應一啲快、靚、正嘅嘢俾人食，經濟實惠、快捷，呢個係一個大前提。食味道、食文化、食人情味。就係諗定去食乜咯。入到去，我覺得乜都有得食嘅。我係會為咗等一個出爐嘅菠蘿包喺啲門口度等半粒鐘啊咁樣。茶餐廳咧係養大咗好多人，養活咗好多個家庭嘅。一杯奶茶嘜上即係外賣啦，一個麵包啊咁就佢早餐㗎啦。格局冇變，人情味都冇變到。地道風味70年醖釀。永華冰室咧，係我阿爸包開㗎，寫嘅招牌字咧，佢都係用報紙捲埋，寫咗先有嚟印㗎。今餐家底奉上。茶餐廳其實佢係承載住香港嘅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歷史進程。有一啲舊嘅嘢唔係你全世界地度揾得到，如果你香港唔保留就冇㗎啦。茶餐廳。